犀利咧，哇，幾靚！B153請到9號櫃位。B153 please go to cabin 9。喂，我嗰度睇到啦，有部電，佢嗰部佢有部手提電腦好薄。一定。C113請到15號櫃位。B113 please go to cabin 12。係啊，你做咗咩東西啊？你那个都王者啊！咩個動物？英國最緊要嘅。最好是英國球。我把個電腦裝了嘅，大家都知道。啊。C114請到7號櫃位。C114 please go to cabin 7。暫先啦，唔該晒。那唔可以用嘛？那我们买个价钱呢？唔可以用不了，这样子是吧？啊。黐線！你而家做緊啲12寸 LED 死人電腦壞鬼咗點？搞錯。壞咗。咩啊？壞咗。嗰度嗰部。忍一陣先。C115請到12號櫃位。C115 please go to cabin 12。